继续来看台铁第4代票务系统第一章正式来就线，但是深受顶打咧，因为出现一个现象，讲坐远路竟然比坐近路还搁较俗。譬如讲，坐这个自强号为基隆到八堵车票是23块，但是若要基隆到八堵，搁加一张区间车到5堵，只要20块。台铁是来回应讲，这个新系统是改用实际里程来计算的，是采取对民众较有利的方式，所以这个票务系统并无顶打。台铁第4代票务系统拜日上线，这系统敢有出现漏洞？咱买基隆坐到八堵的自强号票价23块，搁再买一张基隆到八堵，再搁转坐区间车到5堵的票，煞只要20块。想要到坐较远，煞电到较俗。的确有点不公平的。这种转坐区间车的车票，只有伫柜台买会到，除了较远、较俗以外，伫旧系统，基隆到八堵，再搁转坐区间车到5堵，原本是35，即马只要20块。台铁讲，这是里程计算无同的关系。客运送契约约定好，就是达到10公里以上的话，我们就按实际的车种跟它的费率来加总，就算它的票价。原本基隆到八堵3.7公里，未满10公里，拢得用自强号每公里2.27来计算。但是若加买这区间车是超过10公里，等于前段是用自强号的汇率来计算，后段8公里是采区间车的汇率，安尼才有这比较较远、较俗的状况出现。台铁讲新系统是采取对民众较有利的方式，毋是错误，嘛欢迎民众多多采取转乘方式，较省钱。